风台来啊，东部甲南部沿海即马风影已经拢变强啊，嘛是咧透强风。昨下晡，台东的猪本就树啊去互风扇倒去，去压歹电火条啊，还100外户失电。另外，屏东的警方是去山区考劝民众爱赶紧落山。今仔日几来国家森林游乐区嘛拢有风性的休困。另外，屏东来回小琉球的船帮，也佫有小三通的船帮，伫今仔日和明仔拢休困。工作人员手提电锯，要来锯路边的树啊。台东猪本透强风，一丛南面山啊去风泥口道地断4支电火条，害当地100外户失电。渔工局养殖专区台电警派人抢修。它的电如果停超过2个小时，这边的做养殖的鱼类都会死光啊。大影一阵一阵拍上海湾，多数的风台愈来愈靠近台湾。25下晡开始，台东沿海风影变强，连续出现10级强风。惊有大风雨，农民赶紧甲要9分的大木石架落地啊，希望会当甲损失拉到上低。看天公伯啊，会啊，留落就咱的啊，无留落就无伊啊。吊起来。土的人甘愿惊风台影响，赶时间甲渔船吊上岸，较免去互风台吹歹去。考虑到安全，包括屏东往回小琉球、甲小三通的客船，离咧开始休困2天，有真侪游客拢提早坐船离开。怕大家都一窝蜂，然后搭不上，对，所以就想说提早回来。不过风台期间，嘛是有民众想要去爬山，屏东警方去白冰山，也有北大武山，考劝民众赶紧落山。这个台风的季节，尽量不要上去。流浪慢慢的震动，来回汽车，赶快提高警戒的高阳。桃园区公所检查流浪的动作，让人员操作失手，确保在时会当紧急处理运送物资。玉穗桥那边断掉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用这个流笼来做我们的这个运输的工具。风台逼近，各县市赶紧风台准备。考虑山区天气，包括合欢山森林游乐区、大雪山和武陵国家森林游乐区，26下晡拢休困无开放，听候风台离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